2023，越来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星子，我们阳过之后还没去看过外婆，今天终于都一条杠转阴了。上游不看见那种啊？日人知了，这个都养了不养了，说上游分个外些，那个那个最近新喷了，我包了它。是的，先到，放心的，咱放心。这哪边喷这个？哎呀，按照舅这样出来。哎，舅舅快吃，你做2分呀？蓝日干的，那也是你最为亲眷当中唯一一个分养过的。在世界，舅舅弄得白活得很。我不出去啊，我还没空呢。那么哪样想出去呢？谁要出去的呀？舅舅不许我出去呀！那天我做日家分最出大门，真正大门不追你们不买。舅舅走来着，看看忙个啥个么子？才是的人也多。谁分应夫妻必活。这个送只好交通的。你们100年款，不款你这，你那个这个像龙个王了呢，这个是龙个王。我看见这一条啥个辰光会弄你下头个肚皮翻开来。是手在，弄不个地本。香喷喷，开工仔，蓝天就是一吃火锅。爸爸，马上进入新的一年之外，还有啥个想讲的？你到身体好点，尤其是血干，营养要高下去。哎，那么也，看你请了问，我还做来套套子。爸爸，那么身体也一般重，还准备几辰光搬上去，在新房里向。我当然那个热人来离开的。究竟在那做啥么子？我让做奶茶、和乌肉。你像也把搿种奶精了啥个？不给，现在是60个茶。炖吃和乌肉。2023，越来越好。